哎，云竹，你怎么又一个人忙啊？我来帮你。好，这个是太子的衣服，你小心点儿，别弄坏了。哦，4个吉祥物，小11的在灯上，赵晨义的在正纸上，太子的说不定会在衣服上。轻一点。哎，云竹，我来，你快去休息吧，都叠这么久了。小贾，干活这些都是小事，你只要平平安安，少惹是非，我就满意了。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去任何人的宫里自作多情了。你是不是又在某人那儿吃什么亏了？找到了，不会是太子的一双袜子，瞧你稀罕的。太好了，太子的这个找到了，那就只剩下二皇子的那个了。什么？二皇子什么呀？没有，哎，这是二皇子的衣服吧？来，交给我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云竹，明天我带你去樱花宫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没去过嘛，想去见见世面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这路到底在哪儿呢？二殿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奴婢是4日司派过来给你送衣服的。你走错房间了。难道像太子殿下一样，路是在衣服上？哦，是奴婢一时糊涂走错了房间，还请二殿下宽恕。东西放下就出去吧。出去？就这么出去，我怎么找到我的图案呢？弄他一身茶水，就不信他不换衣服。哎呀！对不起。你干什么？毛手毛脚的，谁把你派过来的？奴婢是中暑了，头晕没站稳，冲撞了二殿下，还请二殿下恕罪。咦，是鹿，居然在靴子上！哎呀，二殿下靴子也湿了，快我给你擦擦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又干什么？想挨板子吗？剧情碎片收集完成，瓦兹使团的比武大会解锁成功，惊不惊喜？一比1吧。奴婢刚刚一时莽撞，还请二殿下宽恕。二殿下仁慈，一定不会怪罪奴婢的。那奴婢先告退了。站住！二殿下还有何吩咐啊？谁让你走？你把这儿全部给我收拾了，全部给我重洗。哎呦，我把这堆衣服给忘了。拿去。还有这件也脏了，给我拿回去洗了。你看什么？有没有？什么都没看。我告诉你，下一次你要是再这么冒失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殿下教育的是，奴婢这就告退。虽然目的达到了，但是又多了好多工作呀。哪儿来的？这么没规矩！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取过来了？3七粉，给。不用给我。哎，不是殿下您说要服用3七粉的吗？说最近公务繁忙，需要补身体，让我快取来。对，但是我突觉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，不需要了。啊？那我扔了。哎，别扔啊！3七粉，外敷止血去瘀。外敷止血去瘀。哦，嫌我之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懂了还不快去，让我关心你。是。得嘞，您2位祖宗小姐，净折腾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止血化瘀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明显是有事儿。哎呀，这天色也晚了，你说吧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哎，别动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还好，皮外伤，没伤到筋骨，回去呢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刚好我这儿有3七粉，我的伤呢好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给你用吧。姑娘可真是个好人。你别哭啊！对了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樱花宫的小顺子。樱花宫？这件也脏了，给我拿回去洗了。给二皇子当差可真惨。多谢姑娘今日相助，他日姑娘若有需求的话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好说，回去赶紧涂药吧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获得参赛资格？这个禽兽3番2次的坑我。小贾，你又在念叨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。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你知道瓦兹比武大会这件事吗？当然了，这个比赛是我们各位皇子对战瓦兹使团来的各位勇士，可是扬我国威的大好时机。可惜没有办法去现场看。为什么？咱们这种身份怎么有资格去现场啊？到时候啊，也就是各位皇子身边伺候的人可以跟随去现场看一看。哎，那所有皇子都去吗？我印象里太子殿下是身体欠安，应该不会去了。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这种比赛一向是二皇子的强项，要是能亲眼见见他比武时的英姿就好了。哇哦！哎呦，殿下，您这神剑百发百中，厉害啊！你天天就会拍马屁。父皇这次钦点我参加比武大会，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殿下，您为何不言明这流石本是礼部为迎接瓦兹使者燃放烟火之用，是11殿下顽皮趁您不备偷偷顺走的11年纪尚小，他根本就没那个本事。我知道他们2人在研制新物，不会恶意使用，所以我才任由他。说到底，是我保管不当，失职了。让你查的是。看来他今天心情还不错。下去吧。是。4殿下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那我来的正好啊，你直说吧，你是不是在夸我？夸你？我想想啊，夸你什么呢？上次你送我那根毛笔很别致，多谢了。哎呀，果然男人不开心也是要送礼物哄的嘛。什么？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哎呀，原来殿下不仅擅长诗书礼乐，连弓箭之术也如此厉害，小女子真的是仰慕之极呀。这个还挺好玩儿。这是弓箭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样子，
丫头，啊，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，我看得出来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殿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比武大会？你刚刚躲过一劫，你是觉得自己最近惹的乱子不够多吗？虽然我确实是生了那么一点点枝节，但我都不是故意的，那个都是意外。你仔细想想，是否与人有过节，但自己又不知？哎呀，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会跟别人有过节呢？我就不过是遇到了宫殿起火，被嬷嬷罚跑了整个皇宫，坐药皂翻车了而已，又不小心连累了11殿下，对不起嘛。文渊阁那场大火起得不明不白，我偏偏莫名其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硫磺爆炸事件大有可能是冲我来的。这丫头应该是被我牵连了吧？你也别这么不干不脆的，你就说吧，能不能带我去比武大会？不能。比武大会，刀剑无眼。你去干什么？我殿下不是要与杏儿同去比武大会吗？需要杏儿提前准备什么吗？好你个甘蔗丝！我大爷有一个新nhiệm务，让你在这个寒茶宫里头找一个人，手上有个伤疤。难道徐有正要找的人是他？你自己玩吧，我44还有事，告辞。这就是司治司那个宫女吧？她可真勤快，哪儿都能见到她。这次比武大会，大哥会去吗？太子殿下近来心悸之症似乎严重了些，不会去了。那到时候你就跟在我后面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殿下用防贼一样的眼光审视心儿？我这不是防你，我这是保护你。谢殿下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那四皇子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个录音卡。皇上一发火，他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扛起来了，真爷们儿。弟弟，不是我说你，换刘恒这事儿有什么难的？能让你给添多了。只是那11皇子没被炸着，皇上也就没有多问。和他扛不扛有什么关系？还不快给大人认错！大人恕罪，但我还是不明白。大人，阿文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他吧。行了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路人甲，如此刻意回避，想必他们俩已经关系匪浅。阿文，关于余家余孽的事情，他那边可有消息？还没有，我去听听。云竹，你想不想去看比武大会啊？当然想了，可是我们没有资格去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个主意，不仅咱俩能一起去，还能把司治司的姑娘们都带上。真的吗？小佳，你可别胡闹啊！我没胡闹，正经主意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请11皇子牵头带领我们前往比武大会应援。11殿下总希望能在后宫为前朝尽一份微薄之力，一定会欣然接受。届时，按照大家的意愿，将会组织不同的阵容，依据个人喜好为自己支持的皇子加油助威。为了鼓励大家踊跃参与，可以赠送皇子们的相关物件作为奖品。来，大家安静，注意秩序啊！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应援，分为2皇子还有4皇子。喜欢他们的人呢，可以在相应的地方排队。哎，你说了半天，何为应援呢？好，应援，意思就是接应援助的意思。我们的皇子在台上对阵，
我们在下面是不是该给他们加油助威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而且呢，这次参加我们的活动，还有机会获得皇子的周边产品。真的是那个呀！你看，好好看啊！哪个呀？那我支持四皇子，他玉树临风，潇洒无比。我也支持四皇子，四皇子好帅啊！我支持11殿下，我好喜欢他啊！大家还是支持2哥跟4哥吧。哎呀，好了，别愣着了，快来排队报名吧。我支持四皇子，我叫金阳。11殿下，我也支持四皇子，我叫孟毅。你支持2殿下？居然还有人支持2皇子！嘘，你小点声，小心2皇子把你脑袋砍下来。果然，精英人士是多么重要。冰块2要是知道自己人气这样凄惨，只会自狠狠地想。无聊。四皇子，我叫杰。搞定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每次出现都吓我呀？你少说话，多办事。那个女的找了没有？答应都催我了。你先告诉我，那个女的找到之后，你们怎么办？啊，杀了呀！这么血腥这么暴力！别废话，找到没有？我要是把甘蔗寺的杏儿姑娘卖了，她不得恨死我啊！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四皇子宫殿莺夜那么多，我不可能每个女的都看在她手腕吧？虽然我知道她是我的头号情敌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想做一个好人。是手背不是手腕，不要胡混。啊，这个人看起来胖乎乎的，真是。别管他们了，我带你去个别的好玩的地儿。去哪儿？去侧厅，走。走吧。快看看，这里陈列的都是2殿下的武器。看，这都，这宝石不愧是2殿下，气派。哎，小霞，咱们这样不太好吧？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2位姑奶奶别磨蹭了，比武马上开始。2殿下一会儿见不到伺候的人，又要发火了。我的这条腿恐怕……小顺子，你放心吧。云卓，你也别怕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比武大会，大家的关注点可都在台上，没人管我们啊。是谁？给我滚进来！啊！快走啊！还不快进来！姑奶奶救我！2殿下这语气就是又要发火了。说好你今天给我放假的，我先走了。磨蹭什么呢？过来替我更衣。你是中暑还没好吗？怎么手脚这么不利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比武大会在即，你溜进来到底是何居心？众人都说2殿下智勇双全，骁勇无敌，是西明第1勇士，奴婢可真是仰慕之极啊！此次比武大会关乎国家的颜面，奴婢相信2殿下一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所以奴婢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2殿下加油助威。你对老四也是用这套说辞吗？
下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这还不是你的杰作？哎呀，二殿下！我早知道当时就应该把你给处理了。这三句注无声的人设，云珠到底看上了什么啊？这打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小贾设计的，说是表达崇拜和喜爱。那小贾人呢？不知道，刚刚还在呢。小主子，不好了！贵妃娘娘听闻你今日旷了课，已经到了教主们要罚你了。快走啊！这丫头到底想干什么？好样的，甘正思！你不带我来，我也自有办法。第一场，二皇子对博鲁台。慢着！在瓦兹就时常听闻二皇子赫赫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得遇到我想交手的人，二皇子殿下务必成全其欢。说好的1对1呢？如今上演车轮战术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哦，原来是个奴才。你要是有什么意见，上台来说。哎，你。请赐教。殿下弃了武器是何意？我看不必用剑，尽管来吧。虽然有张冷脸，但真不愧是性命第一勇士。不是吧？甘正思都没上场比武，你尖叫什么呀？二殿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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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您看，二殿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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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听说四皇子也是勇士，我要和四皇子比射箭。第3场，四皇子对吉欢。这吉欢的身形跟我们四皇子还挺像的。是、啊。吉欢勇士先请。四皇子不必谦让。这样固定的靶子对我来说太无趣。四皇子敢不敢和我比火把？火把？你想以什么为靶？他。啊？搞什么？我可不想在这里独挡。刀剑无眼，就算不射死我，这箭飞过来，疼可是真的呀。好，那就请这位侍者上台来吧。哼，好样的，甘蔗丝！青年帮派去找账本的是个男的，那陆一家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。难道这个路人甲别有用心？那我们是不是？那就照规矩办吧。皇上钦点四皇子参加射艺比试，如果能够借着四皇子之手除掉路人甲，那可谓一石二鸟啊！瓦兹与新民常有互市往来，用的就是这种货币。接下来我和四皇子就比谁能够射中这枚铜钱，以祝愿我们两国长期繁荣共赢。怎么办？这铜币看着比珠山上的珠子还要小。这次我先来射，就如勇士所说，只要我们之中有人射中，便是应了祥兆。请。有人暗中使唤。来，借你一个下。给我5元慈悲。
恭喜亲获得神秘大礼，指定一名角色使用，可以对其消灾解难一次。哎，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根治太子的病啊？想什么呢？求神拜佛如果能治病的话，还要医生干什么？那这符有什么用啊？它可以消灾解难，就是不治病。四皇子，赵晨宇，赵晨宇，刚刚比武大会，你差点一箭把我射死，你现在一点愧疚心都没有，还在那给我饮酒作乐。四皇子，来，四殿下，来，请，我请你，敬您一杯，四皇子，请。来，坐，来，请。疯女人！他们俩，四殿下，来，可以。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是你啊？不然是谁？不是你啊！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为什么刚才那么冷酷，那么无情，那么……不能喝就不要喝，毫不矜持的女人，像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让你别哭了！奴婢相信二殿下一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所以奴婢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二殿下加油助威。说好的1对1呢？如今上演车轮战术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二殿下，二殿下，你记得给长师姑姑带个话，不许为难她。是。还有，明天会有人来送解酒的汤药，你记得为她服用。是。二殿下，奴婢名叫云竹。你的手，不要紧吧？